就这样。那个是谁的？这么多毛，是谁的？你看，小我，到处都是你的毛。打你后一起看，我天天趴在这个楼梯上，看去。哎呀！你的被子也要清理是不是？呀，不飞下来了。哇，今天天气好。理想的生活。你爬的那间工吗？一起干活。在晒太阳啊，小伙。